建造業議會作為業界同埋政府嘅橋梁，一直透過香港建造學院培育傑出知識型技術人才，致力提升專業水平。香港建造學院咧一直都有同嘅大學合作啦，好似係我喺 UCM 讀緊嘅學位課程咁 ，HAIC 嘅畢業生啦可以獲得呢個學分豁免啦。咁必修單元咧由原本嘅17個，咁就大減至到8個，咁可以喺更短嘅時間用更低嘅學費去完成我嘅學位。喺香港建造學院所學嘅知識同技能咧，對我升讀大學有好大幫助。課程非常緊貼行業嘅發展，咁我就可以將過去學過嘅知識應用翻喺依家嘅學習入邊。香港建造學院咧嘅課程又免學費又有津貼啦，咁就減輕咗喺學費上嘅負擔啦，令到我可以專注喺學業，為自己嘅升學啊同埋就業鋪路。香港建造學院將會繼續優化課程內容同埋升學發展，俾我哋學生成為技術同埋學歷兼備嘅知識型技術專才，實現個人同埋事業嘅目標，邁向成功之路。